家族企業要長久，唔只靠共同奮鬥，更要避免內部矛盾。以下係5大常見衝突嘅成因，你要留意。1、兄弟姊妹角色不清，權責模糊，會容易去爭話事權。2、第二代及第三代全價值觀差異，時代不同，價值觀自然不同。失敗通常源於缺乏溝通機會。3、股權分配不透明，大多數情況之下，利益都係不信任嘅根源。分配不透明係比較容易引發猜疑。4、情感凌駕於制度，家族企業係好容易受親情所掣肘，但係如果決策被情緒綁架，企業運作就自然受阻。5、缺乏接班規劃，企業如果冇明確清晰嘅規劃，會權力真空，到時內鬥就難免。預防方法：實踐、制度化及透明化，令各人都知道自己嘅位置。另外就係跨代溝通，新一代要明白企業宗旨而不偏離，而上一代則要接納新嘗試或改革。家族企業要基業長青，必須要喺治理上持續優化。你有冇遇到類似嘅情況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